民進黨台南市長提名人陳廷輝上午佇議員陳怡貞的陪同，來到民進黨台南市黨部拜會主委郭國文。陳廷輝表示，來到黨部有回娘家的感覺。而主委郭國文表示，安排這個時陣來見面，主要因為市長、議員佮里長的登記初選告一段落，不過外界還是有破冰和解的解讀。當初呢，因為正處於這個市議員內部的初選，那加上有里長的登記的問題，所以呢比較不適宜因為現在那個時間點比較緊，因此呢，在現在市議員的初選在台南市的部分告一段落之後，那里長的登記也完成之後，那我想今天這個時間點應該是蠻適合的，所以說我們約了今天大家彼此見個面，讓外界知道黨部的一個基本立場。謝謝主委今天安排這樣的讓我們有機會我是回娘家了吼，因為這個所在吼嘛是我做過主委的所在吼。會中主委還擱摕出屠龍刀，將箭頭指向這兩屆，呼籲黨內愛團結，全力來迎戰國民黨。立委陳廷輝嘛表示，為了守護總統賴清德的本命區，2026不但愛贏，而且2028的總統選票。嘛，一定愛贏過2024年。我在參選主委之前，我有特定的支持對象。其實我在參選主委的時候就已經講過了。老實說，那時候我就支持林俊憲，沒有錯。但是我在這個黨部的主委的講述過程當中，我認為我謹守分歧，我沒有要求任何黨工動用任何黨的資源去支持特定的對象。我覺得要讓所有的黨員跟支持者清楚這一點。這一點我的行為，其實在場也有職委在現場。如果我有所偏差的話，職委會予以跟我糾正，或者予以要求我的改變。所以過程當中，我必須說明，我是站在黨的立場清楚。要延續黨的立場的角度當中，在初選過後，陳委員他以黨的提名人要來拜會，我沒有什麼拒絕的理由。那我只有時機還有方式上的一個考量。所以陳委員今天來，我還是慎重的予以接待。那也是因為有今天的這樣記者會，讓外界清楚。基本知道黨的立場是什麼，也讓支持者能夠予以安心。外界常常會擔心，我相信我們的內部整合絕對沒有問題。那也希望我們要把台南市市長這一局一定要選好，把我們的立委，民進黨的立委一定要做最大量的一個數額的增加。然後呢，我們也希望我們的基層里長也可以。能夠完成這樣的一個使命，這就是我們的目標。那未來我們大家團結一致，面對這個國民黨跟民眾黨藍白合的一個挑戰，因為台南永遠是我們賴清德總統最大的本命區。2028，我們一定要讓台南的得票率、賴清德的得票率贏過2024，這就是我們共同的目標。雖然上午的拜會只有陳怡貞佮陳秋平兩位議員來陪同。市黨部並無看見其他的議員出席。雖然講破鏡重圓還是有香，不過陳廷輝表示一點嘛袂煩惱。伊認為民進黨是經過初選的歷練，初選結束就是團結的開始。台南新聞林榮根採訪報道。